规台湾拢咧无闲跨年，5月天嘛是1.29万人减洗裤，当日咧办巡回演唱会，陪歌迷跨年倒大时间。5月天昨昏成日咧台北跨年暗，参加暗歌上场，热热气氛，唱几落首情歌，互歌迷大家拢听甲啪啪啪。刷落来赶去桃园唱第8场的桃园演唱会，含要将做伙迎接2020年。经典的海歌一个唱，互民众情绪一时间拢热起来，就惊气氛无够嗨。天团5月天搁再一摆热情来献唱。连续2条快歌，互观众是欢喜解强要抓袂牢。5月天当8年，搁再一摆来台北市陪大家跨年，感人的情歌当然嘛袂当少。好听的歌一直唱，为台北跨年，再来高调气氛，体育力真好的5月天，刷落来就要赶去桃园国际棒球场来进行第8场巡回演唱会，陪迷众迎接2020年。一起告别旧的一年，一起迎接新的一年，你们说好不好？用心设计表演，就是希望会当互观众伫咧2020年的头一天有一个真好的开始，更加期待每一个跨年暗，5月天拢会当陪歌迷来度过难忘的跨年暝。记者综合报道。